我迄边人，大家都很爱种柑子。平常我就啲咩方做些，行嘅时节就老师太人大追股。不过你下我们要小鸡强喵，然后变做你下时行嘅网红，现在奥多拜去公路旅行，大家挺爱跳下来去了哦。客家开课，客家开课，客家开课。我去台山县来到龙潭，这边很多林潭街，基本全部都天然气。看几位那边吃，那边料，我给抢。哎，志宇，哎，按 Q 我看到，啊，给我看到，这句练很久啊。啊，没有，就是要欢迎你用的。因为我硕士志宇都叫的啦，我你唔要讲哈，等下给带俩客种哦，一定会读到行的，对，一定要讲两句。对，一定要讲两句。你要用毛块，今天刚好公休了，趁俩机会哈，不然老太家小给哈。这个地方它原本是一个废弃的市场，然后后来是在3年前的时候，跟一群年轻人还有在地的一些社区伙伴，然后把这个地方重新把它变成是一个现在年轻人创业的一个新创基地。那现在是等于说我们在讲所谓的社区营造跟地方创生很重要的一个地点，功德无量，功德无量。啊，你们有没有出哪些那俩？今天要带你去之前比较没有人发现过的一些地方，有好吃的也有好玩的。你完全包吗？有。好，我载你，我载你。好，我骑摩托车来。OK，有变出来安全帽。走。好。嗨，喵。他不理你嘞。啊，等下会吃马盖。蛋挞啊，吃面呢？吃面啊。你啊，这种店面哦，一听懂后生，那看到 QQ 的店面哦，一定是老店，在地人才会吃的老店。对。好，因为这间老店它其实也在这边做了将近35年，快40年的一个历史。那其实我们龙潭人超爱吃这个老店。哎，还有猪脑汤哎。哦，对，他们猪脑汤是他们这边的招牌。聪明汤。对。哦哟。吃要不要补？吃了会不会呛哦？吃了会呛，就是吃了会很呛这样子。对，你会呛，我不会。对。好啊，来一个一起吃怎么样？好，你可以点一份了。好啊。对，好7号。哎。OK， 去送单啦。来，那个付钱。好，我去付钱。好 ，OK， 我们要等老板上菜啦。好啊，好，谢谢老板，冲点来。猪脑汤。你点的猪脑汤。哦，太好看一下。哦，老板招待，谢谢老板，谢谢。啊，哇，按斗嘛，太宽，猪肉，来咯，很像豆腐，我记得我吃过了，是好吃的，但是它有种豆腐跟梅头，但是有它比较滑顺，油的感觉。来，志宇吃吃看，志宇。好。你就知道那个欲言又止的感觉是什么？不难吃，说实在不难吃。对啦，就人家讲的聪明汤，基本上有点像是在吃豆花，而且官方哦，你可以不要那么官方嘛。哎，没有那么官方，就真的是像豆花啦。但好，我有是好吃的，就是它不会我想象中的那么惊吓，因为其实我们有时候听到猪脑汤会很惊吓。好啦，这碗算我的啦，好不好？算你的，然后你吃，对，你可以把它完成任务。对，好，那我们再来就是干面来吃一下。干面，对，油葱哦。对，你观察到重点。然后我自己会很喜欢吃它的干面，是因为我们一般人都知道，其实就是在客家庄地区有一些的东西它都是重油重咸。对啊。可其实他们家的干面就是其实吃起来会很爽口，我觉得不会到很油腻。可是我喜欢吃重油重咸。但是哦，让我吃看。那你请老板来帮你加多一点。加一点。对。不错啊，哪有？所以不会很油，对不对？还不错啊，蛮油的，蛮油的。
就是这个油是你也可以接受的。可以，因为它肉主要它羊肉有鹹就做得啦。東西我冇鹹嘅什麼容易。那个味道都習慣就是重鹹，對不對？對啊，但你不要漏掉，還有老闆他招待這麼大一盤，這動態的冇得上啊。那我們等下吃一吃要去哪裡玩？你想要龍潭，你就會想到採茶。但我們今天不會去採茶這種很普遍的行程，很普遍的行程不會。你想要龍潭，還會想到什麼？想你。這在鏡頭前面這麼的直白啊！沒有，現在多元成家嘛，OK 啦。對啊，支持多元成家可以。 OK。好，我們要去哪裡玩啊？我們知道龍潭有個地方跟名字有關的，就是大池嘛。所以我們等一下會去的地方一定會跟水有關。等一下的體力活可能一碗麵的熱量消耗完可能都還不夠。好，我们走到桥的尾端了。對。所以刚我有提到，就是有水有龍的地方。那等一下我们就是来到这边，就是要划龍舟。划龍舟。对，因为龍潭大池这个地方在100多年前的时候就有划龍舟的历史。好，那你要划嗎？好，我可以划。你有啊？你穿這樣可以，我換個衣服好不好？好，那我们先去换个衣服。 OK 那等一下就来准备划龍舟。好，帶我去廁所。帶你廁所換衣服。帶我去廁所。帶你廁所換衣服。調換一下，調換一下。显示我们平常没在运动，马上露出破绽。找教练之前呢，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地方的水上活动，其实除了我们龙舟之外，那还有就是天鹅船，然后还有就是 SUP 的立桨。还是我们等下划这个好了。啊，你有没有想要上去玩？来吃宽了。啊，你试试看啊。对啊，这个不错啊，很漂亮呢。是不错啦，很可爱啊。对，给亲子家庭小朋友搭的。啊，来上来上来。没有，那是留给亲人的。对。好吧。好，不要闹了，你不要那边偷懒。我知道你不想要划龙舟，很累，你还是要面对现实。好了，我觉得我们要回去找教练。好了，你还是面对现实比较好。教练就是叫教练，你看能不能多放水一下？就交给你了。好啊，乐意，来走吧。是这位吗？应该就是这位。因为就是最漂亮的，因为就是。这个是我们的龙舟奖，那等下就请你们跟着我们一起训练看看，好不好？挑战一下，没问题。哦，那边一整团的人，好，很像不良分子哎。哦，不会，上去。我有刺青，我有刺青。好，我们上船。上船。好，可以开引擎了。没有引擎，引擎就是我们的双手。出发！好，那我们先倒桨。倒车。注意一下安全，船先把它推开。好。很怕我这出手会帮到嘛？刚没有教到，这样你要随机应变。你就走马该。他们的每个人的姿势都很标准，我觉得我的姿势非常的不标准。不行，我们要有自信，没有人看到。没有吗？我明明就看很多人都在看我，哪里没看到？是吧？看到鬼啊！Go！ 哦！我刚错手，叫什么？所以客语的爬龙舟，就是真的在这样爬呀爬，我在爬水的意思。我怕我水会滴到后面的。好好玩哦，蛮好玩的。是没错。懂神机呢，好快哦。听教练的声音。完了。那边有 SUP 加油！他是不是要？加油！他好像有点要往我们这边追他是不是要跌倒了？没有人家一个人都比我们还要快加油！人家一个人比我们还要快输给 SUP！完蛋了！
他的金项链好帅啊！完了，2、1、2。好累哦！不行，我们现在在弹的中央了啊！对，哇塞哇你看它在加速，很电呢。它就像那个跑车哈，直接就是可以一次就是那个加速嘛。白沙屯拱天宫的那个，那粉红超跑，粉红超跑，水上的，这样飞来飞去。哎在，哎呀，跌倒，特写，还 OK 吧？啊，来你哎呀，跌倒，特写。OK 的啦，就所以教练那个他跌倒那么帅气，我们不行啊，很累不行。你们看起来都后面一脸正经。对啊。1、2、3、4、5、6，爱的力量。两位主持人，我们觉得这样子滑好像没有什么挑战性。那我们等一下上岸再换一艘龙舟，你们两个我们分2队，我们来进行一下比赛，好不好？教练哈，就是我觉得打弹珠怎么样？掉手！报丢！预备，Go！多提手，不知道，加油！赢了！谢谢大家，谢谢。对。不管谁，我们谢谢一下我们的绑丢队，好不好？好，谢谢绑丢。好累。好，谢谢香蕉。对。好，谢谢香蕉队哦，1、2、3。给我拿刀。1、2、3，谢谢芭蕉队。爬掉龙绳，好简单呢。哎，队长，你练多久了？没有很久。你几岁啊？哇，还蛮18岁呢。有没有 hold 有教练，然后加后上的那种？不会。对我们1、2、3，谢谢教练，谢谢大家，好不好？好，没问题。好，1、2、3，谢谢教练，谢谢大家。我们给主持人一个爱的鼓励，好不好？1、2、3。好，谢谢。谢谢。